昨回台南部是真好天，台南每年的梅花是长大开。透早就有真侪游客要上山来赏花，警方嘛出动人力来管制交通。另外，昨回伫台南市区办下年暗花，是啥袂少游客，也拿4块的店头生理嘛拢下叫。无啦，迄个公车回车呀。 面对大量游客入来，警方出动人力维持交通秩序，都惊交通拍死界，造成人甲车危险。元旦连假第2天，台南个别落雨天，赏梅圣地台南梅仔岭透早就有大量人甲车，还未到山顶就开始塌。我们接连还现在是找停车位，是先放我们下来，已经找好几天了，还是找不到停车位。水库路路口到梅岭风景区这一段路段我们禁止甲类大客车以及各类大货车进入。如果2层品环线道路这边车流量过大造成停车空间不足的话，我们会实施单向管制。那山区人真多，都连市区嘛同款，尤其是台南以点心出名，国家台南市政府的跨年暗会，国华街已经有真侪人阵，都连店面都爱准备比平常时较侪的食材才有到位。没有台南玩，然后喝的。对。今天有没有想去看跨年？ 没有，太多人了，回家跨，对啊。树种有办活动周联潮会多超2、3场出来啊，当然会多备一些啊。这几天天气冷叽叽，台南以上舒适温暖的天气迎接游客。台南几位出名景点，佫出现真侪人阵，也佫有跨年暗花的加持，让台南旅游的气氛佫较热。记者综合报道。